国际智库国际民主甲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公布全球的民主报告，共调查173个国家，其中有85个伫过去5冬民主表现上无有一项关键指标出现行倒退情形。这已经是连续第6冬民主退步的国家比民主进步的国家更较侪。 总部设伫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民主甲选举协作研究所 IDEA 所公布的2023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全球有将近一半的国家民主水准长伫降低，就连美国、奥地利、英国这民主传统真久的国家嘛在内。This trend, which is declines in all of our measures of democracy, is affecting every single region of the world. It's not just autocracies or countries where there's been state collapse or coups in sub-Saharan Africa, but we're also seeing declines in really historically high-performing democracies in Europe, in North America, and in Asia. 这项报告是根据各类项指标进行分析，包括公民自由、司法独立、加政治参与，并且以代表权、权利、法治加参与4个主要类别进行鉴定。调查的173个国家，有85个过去5年伫民主表现方面，至少有一项关键指标是倒退。这是连续第6年出现民主倒退国家比民主进步国家较侪，是为1975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全球民主倒退持续时间上长的纪录。 We've seen declines in countries like Austria, in Germany, here in Sweden, a decline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South Korea,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re really is not any area of the world that has gone unaffected. 伫法治的类别，奥地利、匈牙利、秘鲁这国家独立司法审判，也甲无受政治暴力干扰的自由表现拢无理想。伫权利的部分，言论自由甲集会自由倒退趋势特别明显。作者特别指出，民主品质的恶化甲无法度制衡真有关系。 除了一般理解以外，人权团体、公民社会网络，也甲调查新闻记者，这拢是制衡权力的实体。另外，也是有一寡正面的进展，亲像部分中华国家伫法治方面有改善，一寡非洲国家腐败程度降低，政治参与程度完全有提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